雪中悍刀行结局中，18位宗师齐聚巨北城，抵御北莽40万大军，这成为了整部作品最高光的时刻。那么你知道在这18人中有哪几位战死在了巨北城吗？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18位宗师中巨北城外战死的那些人。第8位，南京毛书朗。毛书朗是一位刀法巨匠，跟程白霜等人是好友。在李淳罡的时代中，这位毛书朗就是当时的刀法第一人，甚至和李淳罡并称为北李南毛，并且毛书朗当初也跟李淳罡进行过一次刀剑之争，最后的结果显而易见呢，毛书朗落败了。之后顾建堂这个后辈也来挑战他，毛书朗再度落败，让出了刀法第一人的名号。从当时开始，毛书朗的心境破碎了。但是在巨北城之外，他跟程白霜一同对敌，那一刻毛书朗重拾心境，即使被砍断了一条臂膀，也依旧一鼓作气杀了700人，最终慷慨战死，并且死无全尸。不过这也是毛书朗一生中战得最痛快的一次了吧。第7位，武当于兴瑞。于兴瑞是洪喜相的4师兄，也是李玉甫的师傅，而武当山本就跟北凉十分的亲近。王重楼将一身的大黄庭给了徐凤年，洪喜相还是徐凤年的大姐夫，王小平更是为了徐凤年拦截过王先知。当然这些人最后不是拼解就是身死，当时的武当山也就剩下于兴瑞和陈瑶这2位年纪较大的真人了。而于兴瑞更是修理不修心，边关一战更是少不了这位真人了。当时于兴瑞手持桃木剑，以飞剑取敌人头颅，可谓是十分的快哉。但最后于兴瑞也是跟着姬六安2人背靠着背而死，这也算是这位老真人最体面的死法了吧。18宗师齐聚巨北城，抵御北莽40万大军，其中有几位战死了呢？第6位，龙宫姬六安。姬六安是龙宫的首席客卿，也是程白霜的一位好友。虽然只有指玄镜，但是姬六安却有着从未使用过的压箱底3剑，这3剑的威力能够让他直接斩杀天象境的高手。本来姬六安也只是陪同程白霜前往凉州关外，但是当时程白霜问了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姬六安为何而去，而姬六安的回答则是他的老伙计还没割过北莽蛮子的头颅，不管什么两莽大战，他姬六安既然来了，那就让整个天下知道一下什么叫做匹夫一怒，血溅10步。而最后姬六安力竭而死，这才算是一位真正的江湖人物吧。第5位，武帝城娄荒。娄荒是王先知的徒弟之一，在当时王先知和徐凤年的一战中，娄荒也在最后时刻赶到了，但是却被王先知要求不必为自己复仇，只需要将自己的尸骨葬在那昆仑山巅即可。本来娄荒心中只想为师父报仇，也曾想要带走于地龙，但还是被徐凤年的一番话给感悟了。王先知当时只求一死，他又何必让弟子帮他报仇呢？所以那一刻娄荒报仇的心也淡化了下去。而巨北城外，他豪迈的跟大师兄于新郎比试谁杀的人更多，但最后娄荒一人面对3000骑兵的冲撞，体力不支而死。在他死后，于新郎也彻底的爆发，一人将北莽种良的头颅砍下，带回巨北城祭奠这位师弟。第4位，南诏韦邈。韦邈是南诏中武林第一人，更是在这个剑客江湖中少有的一位拳法宗师。但在徐凤年的评价中，韦邈是最不像高手的高手，因为他身材矮小，看起来太过平常，本人又十分的低调。但巨北城外，韦邈一人赤手空拳杀死了诸多北莽骑兵，更是对敌慕容宝鼎，虽然被偷袭成重伤，但到最后全身筋脉尽断后还是死而不倒，并且依旧保持着出拳的姿势，不可谓不是一位真正的宗师了。18宗师齐聚巨北城，抵御北莽40万大军，其中有几位战死了呢？第3位，东岳剑池柴青山。东岳剑池是跟吴家剑种齐名的剑道大家，柴青山是东岳剑池的当代剑主，剑术十分了得，曾为广陵王赵毅的客卿。在李淳罡广陵将一剑破甲2600的时候，就是柴青山守护在了赵毅的身边，他更是为黎阳守门，阻挡了一人攻城的曹长钦。虽然早期立场不同，但柴青山在两莽大战中还是站在了徐凤年这一边。当时其和韦邈阻拦北莽5000精骑，更是被慕容宝鼎和一节柳偷袭重伤，最后身中数箭，将剑横在膝前而死。第2位，吃剑老祖随邪谷。随邪谷是靠着吃名剑吃出来的剑道高手，也是西蜀剑皇和剑九皇的师傅，也曾和心境跌落的李淳罡互换一臂，算得上是人生十分的精彩了。而巨北城外，随邪谷也并未佩剑，因为他满肚子都是剑气，想要在此刻一吐为快，最后更是挥手招来散落在巨北城外的飞剑，4000剑烈
列阵阻抗北莽的步兵阵。三口吐尽了那100年的义气，进入了2座剑阵中，最后含笑而逝。第一位，南唐程白霜。程白霜是南唐中的一位风流儒士，在南唐被顾建堂灭后，程白霜便开始稳步学武。在张扶摇散尽100年书生意气后，程白霜也是借此机会进入了大天象境。虽然无法步入儒圣境界，却还是选择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前往聚北城。他虽然是为读书人，但最后也是不负圣贤，站在后方拦截北莽的弓弩方阵，和2000多个投石车对聚北城的进攻，最后力枯而死。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？他程白霜就是当代读书人的风流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